嘉义市一直拢有伫咧学校内面推广管乐嘅演奏，即卖是为着这个防疫期间，为着要互学生会当继续来练习，所以就一间国中特别安排一个学生，大家拢是一间嘅布棚，伫遐演奏乐器来做练习，咱做伙来看卖。学生伫布棚内底奔奏乐器，离开的时阵，搁爱用酒精消毒。嘉义市南县高中替管乐团奔奏乐器的学生，一个人准备一顶家己专用的布棚。团开学了后，买当做伙练习，看起来那亲像一条一条的羊仔戏。基本上不舒服是不会有啊，然后再加上因为很久没有练习乐器，和大家一起，所以非常兴奋。可能就只有没有办法聊天吧。老师是发想要用跟小吃部或者是餐厅的隔帘或隔板的方式，但是这样子还是没办法完全的防止飞沫喷溅，所以我们的老师就开始发想，那其实也有参考国外的做法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设计了防疫勇士。9月12日就要开学，嘉义市政府早时邀请市内所有各中小的校长做伙开防疫会议，除了宣布相关防疫方向，卫生局嘛指出，一旦确诊，学校需要做什么准备？那一旦确诊的时候，我们卫生局就会到校园去做疫调，这时候可能就是也要请学校来帮忙。嘉义市教育处表示，嘉义市的各中小学生拢有替因准备家己的假帮，教室内底嘛有装空气循环系统，希望学生的校园生活袂阁受到疫情的影响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